每日靈修讀經系列，靈動每天，開到水深之處，耶穌比喻30日。第19日，寡婦與法官的比喻2，路加福音18章6至8節，新漢語譯本。主說：你們聽聽這不義的法官所說的話。神所揀選的人日夜呼喊他，難道他會延遲不給他們討回公道嗎？我告訴你們，他很快就要為他們討回公道。不過人子來到的時候，他在地上找到這樣的信心嗎？如果連一個唔敬畏神、唔尊重人、行事完全自私嘅法官，最終都會因為不堪其煩而為寡婦申冤嘅話，咁何況係嗰位本質就係愛、公義同埋信實嘅神呢？呢個論證嘅精妙在於，佢唔要求我哋認同嗰個法官，反而藉住佢嘅不義，凸顯神嘅公義。人間最差嘅審判官，尚且回應恆切嘅哀求。天上最完美嘅父親，點會唔顧念兒女嘅哀求呢？耶穌接住喺第7節嗰度講，喺和合本咁樣寫道：神的選民晝夜呼求他，他縱然為他們忍耐多時，豈不最終為他們申冤嗎？我告訴你們，他必快快為他們申冤。喺呢度有兩個關鍵，就係忍耐多時同埋快快申冤。意思就係遲遲未見到嘅公義，唔係神嘅耽延，而係佢嘅慈悲，係要俾人回轉嘅機會。不過當時候一到，神嘅作為就絕不遲延。呢個解答咗信徒長久以嚟嘅困惑。點解苦難睇嚟好似冇盡頭咁嘅？因為神嘅快係相對於永恆嚟講，而佢嘅忍耐呢，卻係喺歷史中明明可見嘅恩典。比喻到咗最後，係以一個令人警醒嘅問題作為結束。不過人子來到的時候，他在地上找到這樣的信心嗎？耶穌喺呢度挑戰我哋，當遲遲未見到應許實現，你嘅信心能唔能夠仍然堅持到底呢？所以呢個比喻唔單止教我哋點樣去禱告，更加重要嘅係教我哋點樣持守信心。我哋嘅盼望唔在於環境改變嘅快慢，而在於神永不改變嘅屬性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若確信神嘅公義與信實，就能夠喺逆境中堅持禱告。你願意嗎？第二，呢個比喻唔係給予我哋一個保證成功嘅祈禱公式，而係建立一個不致動搖嘅信心根基。呢個如何改變你嘅禱告呢？第三，喺呢個令人沮喪嘅世代，你願意重新向信實嘅神發出真誠而堅定嘅禱告嗎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我深信你嘅公義與信實，求你使我喺呢個世代中學習完全信靠、堅持禱告，唔因環境嘅艱難而失去對你嘅認定同埋盼望。奉主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